君的玉佩，仪儿将永身相随。仪儿与我心心相印，此情永朝，日月可见。张帅，不要开！张帅，监听侦报！监听侦报！监听侦报！蜀地情形紧急，蜀相陈庄杀死蜀侯嬴焕，自立为王。臣请大王早做主张。陈庄谋反，你们看，此事该如何处置？大王，臣以为，大秦诸讨征伐，当目光在天下诸国。蜀道难行，从来是易守难攻。上次若不是巧取，恐怕也是劳师远征而难有所获。蜀地山高水远，赋税难征，民心刁钻多变。父王，右相说得对，我大秦着眼于天下争霸，若与小小蜀地反复纠缠，岂不轻重倒置？大王，臣以为，大秦得蜀失蜀，若不能尽早收复，会让我们征服的其他城邦有先例可循。如此一来，后患无穷。司马将军说得好，此番伐蜀与上次截然不同。如今我们已经占有巴郡和汉中，可以对蜀中形成倒逼之势。莫不如趁陈庄刚刚篡位，立足未稳，迎头猛击，收复失地。父王，大王，大王，没事，让子继续说。此次蜀地失守，不仅是因为巴蜀情形复杂，还因为镇守巴蜀的公子焕无人辅佐，一意孤行。如果此次能够选拔出周围有人辅佐的公子前去，定会再无后患。臣以为张子所言甚是。唐姐姐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要节哀啊！是啊，不要过度悲伤，要保重身子。唐夫人，别太伤心了，当心哭坏了身子。是啊。前一阵子还好好的，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故？姐姐要保重身子。听说那陈庄原是蜀地旧族，因为贪图小利，背叛了原来的蜀王，投向秦军。大王为大局着想和稳定人心，认他为相。公子焕年轻任性，喜好奉承，轻信陈庄唆摆，不但适时教育陈庄，还与司马错将军发生了争执，又向大王上书诬告，气得司马错将军带着魏冉回京自证清白。这下正好让陈庄抓住了机会，得以谋反。当日我还为唐夫人高兴，在几个公子当中，蜀公子焕的封地最大，真是福兮祸兮啊！此刻想想，幸而当日大王没有分封通儿，要不然谁知这样的祸事会不会落到我头上？真是可怜唐夫人了。是啊，这么说，大王也有可能分封公子季，让芈月与他同去巴蜀。是，朝堂上张仪那番话，明明是在向大王推荐公子季，而司马错和雍瑞等人也在一旁附和。那芈月与公子季可是大王的心头肉，大王不会舍得。很难说。既然太子已立，大王若想分封巴蜀给公子季，那就由他去吧。王后，若公子当还没被立为太子，将公子季分封出去，可为权宜之计。但公子当已经被立为太子，且有羽翼未丰。司马错他们若能够再次平定巴蜀，把公子季弄到那儿去，天高地远，随随便便就可以形成国中之国，与太子对抗。那可怎么办啊？
此事的确两难。往后，微臣还听到一些传言，说大王近日身子每况愈下，不就是咳疾吗？这些年来，大王过于操劳，内里的底子已经被掏空了。大王若有差池，王后该早做准备啊。芈八子芈月为公子嬴稷之母，辅佐秦王嬴驷10有余年，节制谨度，莽而不义。封公子嬴稷为蜀侯，芈八子亦可随其入蜀以助之。大王，你要注意身子啊！寡人的身子自己有数。大王，芈八子来了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把这个先收起来。你们都下去吧。走了。大王，来，坐这儿来。谢大王。这些日子总听见大王咳嗽，今日得空，我熬了一些贝母百合粥，大王试着吃吃，或许能见效。你熬的粥，定比太医院的药汤子管用。寡人咳嗽，挂心了。若有一日，寡人没有你在身边，可怎么是好？大王说笑，芈月是大王的人，能去哪儿呢？寡人想让你留在身边，但也不得不为你做些打算。近日，寡人心里纠结得很，总想到万一没有寡人的庇护，如何才可以让你们安妥无恙？大王春秋盛年，何苦要说这样的话？告诉寡人，你还想去巴蜀吗？大王，这是何意？寡人亏欠你和继儿，这次就是要让你放心。人老了，手慢了，继儿的这件新衣总算是敢做出来了，上巳节可以穿了。姑姑也真是的，我们说替姑姑做，可是她就是不肯。姑姑还能给继儿做多少？你们将来有的是机会。哎呀，忙着做新衣，那荠菜花还没来得及去采摘呢。香儿、慧儿，一会儿带些人去，多采些回来。八子说晚了。这2日，我和香儿已经采回来不少了，打算让人放在枕头和褥子下面，保证让八子和公子季睡得香甜。3月3上巳节，王后这次兴致特别好，亲自操办过节。今年祭祀高梅、临水服卵，一定比往年热闹。去年宫里服卵，我眼见宫里往池塘里放了不少煮熟的鸡蛋，可我却一个也没有拾到。大王，坐。
战报看到了吗？司马错带兵伐蜀，进展顺利。臣弟也是刚刚得知。明日是上巳节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怎么，王兄也准备下河洗澡？那下河洗澡的事情就留给宫里的公子们去做吧。不过寡人还记得儿时上巳节的情形。有一次，寡人和你们一起去泾河沐浴，辟邪驱瘟，没想到一下河，新衣就被河水冲走了。结果你站在河岸边，哇哇的哭。此后，父王就命人在宫中修建专为公子公主们驱灾辟邪沐浴之地，免得有人再光着身子回宫了。王兄，既然收复蜀国有望，那新任蜀侯应尽早定下。你有合适的人选吗？宫中未分封的公子中，公子通年纪较大，他为人宽厚老实，做事稳妥，可作为候选者之一。公子通性情内敛，其某反常时胆小怕事，缺乏主张。那大王心中一定是有人了。你曾经向我推荐过他，忘了吗？这边的，他们在底下抢点着送自己的蛋来。你看，这蛋红彤彤的，一定会很好吃的。母亲出门是有话，就算抢到了也不可以吃。为什么？怕吃坏了肚子。3月3吃红蛋，你们几个合不下去，抢几个红蛋上，谁抢得多，本太子有赏赐。就当求个吉利，图个彩头，去吧。是。哎，那边有，那边好几个呢。季弟弟，咱们走吧。好。你们去哪里啊？去哪儿都行，就是不在这儿。你们躲着我？躲你？这宫里只有躲鬼的，哪有躲人的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自己琢磨吧。走吧。哎，这公子通明明是对太子不公啊！这家伙胆大包天，眼里哪里会有太子？太子应该教训教训这个不知深浅的小子。你给我站住！我叫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公子，3月3，人人想讨个吉利，你却有意讨嫌。你看看，这还有人吗？你一来，大家都跑了。我看讨嫌的人是你吧？你说什么你？公子，大哥哥，今日过节，当哥哥真是何苦啊！公子，与你无关，少管闲事。当哥哥是太子，却在光天化日下斗粗，令人不服。这话说的倒有些道理。来人，把这个讨嫌鬼给我押到我店里去。今日我要替父王和他的娘亲好好调教他一番。走，东哥哥，放下来！东哥哥，东哥哥，东哥哥，你别走！担心受伤了，公子。东哥哥，老实点，你们要干什么？
来吧！你们干什么？哎，往哪儿去啊？杨通，记得你曾说过，当不当得成太子要父王说了算。如今我当上了，怎么看着眼红？当上太子又怎样？我不仅当了太子，还娶了宜公主。说到这个，想必让你痛不欲生吧？就凭你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讨嫌鬼，竟然对宜公主垂涎3尺，百般殷勤，真是丢人现眼。你虽然当了太子，但绝不会长久。长不长久，也不是你说了算，是父王说了算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仅要把这个太子好好的当下去，日后还会做大王，与宜公主生儿育女，子孙延绵，让你肝肠欲断，痛心疾首。你若是当了大王，定是违背天意，这咸阳城定会臭气冲天。我与母亲要远远的离开咸阳城，省得闻到你的恶臭。我若做了大王，你和你的娘亲休想离开咸阳一步。我会把宫中所有的茅厕都分封给你，让你日日伺候我如厕，让你娘亲伺候我母后如厕。我要封你做大秦的如厕君。想必这个封号，你娘亲会很骄傲吧？拜见如厕君，拜见如厕君。这个恶人，不得好死！你敢辱骂当今太子，秦国未来的大王？太子，让他跪下，向你磕头谢罪。跪下！跪呀！跪下！跪下！跪下！自己跪下！做梦吧！有人以下犯上，还不知如何谢罪，怎么办呢？太子放心，我等会教他怎么做人。跪下！磕头啊！磕头啊！哎呀，快磕头！磕头啊！磕头啊！磕头！人在做，剑在战，多行不义推子壁。应当，你不得好死！让你说，让你多嘴，看谁不得好死！滚！呸！木星，你说他们到底会对通哥哥怎么样？他们应该不敢对公子通，太过分了。啊，通哥哥，通哥哥，你额头流血了，你有没有事啊？他们怎么欺负你的？你告诉我，我去告诉父王。通哥哥，季弟弟，我没事，我想回去了。通哥哥，公子，咱们回去吧，啊？嗯。那淫荡行事一向粗鲁，你犯不上去惹他。母亲明知并非是孩儿的错，你敢去向他问罪吗？他是太子，又是嫡子，他的母亲是王后，我们怎么得罪得起他们？他这样羞辱童儿和母亲，母亲还打算
继续强忍下去。不忍又能如何？好在有一日你会分封，母亲也能跟着你。别跟我提分封！好，我不提分封，不提分封。通儿别急，今日过节不提分封。哎，你看，母亲专门准备了嫩荠菜、红鸡蛋，哎，还有这个，是母亲特意给通儿做的荠菜花的枕头。好，通儿，今日过节，你就不要出门了，陪母亲过节好不好？通儿，你说话呀！母亲一辈子忍气吞声，让我也忍气吞声。若有一日，通儿被他们害死了，你还会继续忍下去吗？通儿，我不许你说这样的胡话。母亲这一生活着都是为了你，你知不知道？太子行为无状，欺辱骨肉兄弟。你父王若是知道了，一定会恼怒的。要去告诉父王吗？今日过节，还是缓一缓吧，免得扫了大家的兴。知道了。如厕犬，磕头啊！朕在做，天在看。这大过节的，樊长史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求王后给我的通儿一条活路。这话好没来头，好像我难为过公子通似的。王后没有，太子却有。不会吧？大儿对兄弟一向很亲的。通儿今日回来，满脸是伤，还在流血，都说是被太子的手下带到太子殿中百般凌辱。宫中的少年公子们好胜心强，动起手来磕磕碰碰也是难免的。太子不会故意伤人，太子的手下也没这个胆量。我这通儿与太子多年来相处的不好，可我曾多次叮嘱通儿，见着太子要躲让3分。这么说，大儿是欺负了公子通？绝无虚言。可嬴通好像是哥哥呢。身为大秦公子，以开疆拓土为责，勇猛杀敌为荣。可听说公子通骑不得快马，拉不得硬弓，平日里樊长史也太娇宠他了。王后，过去公子们中间虽有过口诀，但从未有人来交房殿指责太子的不是。樊长史可是宫中第一人。王后的意思，通儿受辱是我们的过错。好了好了，等大儿回来，我会问清楚缘由。多谢王后。夫人，好没规矩！夫人，王后的交房殿也是你能乱闯的。夫人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夫人，是公子通，公子通他……公子怎么了？公子通他上吊自尽了。自尽了，夫人，通儿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你醒醒，夫人！好了，琪儿，别哭了，再哭该哭坏身子了。通哥哥，只可惜了公子通。
那孩子与继儿的情分最深。公子通没了，也怪我一时想错。若能及时赶过去劝解开导，或许不至于会走到这一步。是小的没有保护好两位公子，请夫人责罚。是公子通心窄，但滴水成河。若不是往日委屈太深，觉得实在憋屈，也不会将死做出路的。不管什么委屈，总有天理。这么一去，倒是什么都说不清了。好了，继儿，继儿乖，别哭了啊！太子去承明殿谢罪了。是。你们几个平日里是怎么伺候太子的？竟让他惹出这样的麻烦！小的该死。不过，那公子通寻死，的确是因为他鼠肚鸡肠。皇后，那个公子通死了，大王会怪罪太子吗？秦人崇尚勇武，鄙视懦弱。大秦公子命当死于沙场，那公子通自寻短见，既是丢人现眼，更是忤逆不孝。大王就算是气恼太子，也不会过分重责他。公子通死了，樊长史必定怨恨上太子。这下，咱们在宫里又多了个仇人。唉，幸好那樊长史人微言轻，平日里我们也没什么把柄攥在他手上，不然又是麻烦。太子已经在大殿外跪了1个时辰了。寡人没有让他跪，是他自己要跪的。太子大概心中愧怯，跪跪也好，也算是送他兄弟上路。大秦公子或舍生取义，或慷慨牺牲，童儿死得轻如鸿毛。听说公子通和太子早有前嫌。不管有什么前嫌，王家公子的性命是王家的，不是自己的。他说不要就可以不要吗？是。童儿是寡人的孩儿，当儿也是寡人的孩儿。一个怯懦轻率，一个鲁莽暴烈。去，让太子回太子殿闭门思过，将上书100篇，一字字的给寡人背下来。是，大王。大王，樊长史求见。此刻寡人最不想见的就是他了。让他进来。是。拜见大王。童儿已去，你节哀顺变吧。童儿死的冤枉。有何冤枉？大王，童儿正是为大秦建功立业的年纪，若不是走投无路，他怎么会自寻短见？大秦公子本该经得起千柔百挫，无论何事，都要有担待。世子可杀，却不可辱。自从当年杀人峰事件，太子就与通儿结仇，太子认定是通儿的酒水害得他差点丧命，便把通儿当作仇人一般，一有机会就对我们通儿百般凌辱。太子撞见杀人峰，不就是个意外吗？大王错了，
杀人蜂并非意外，不是意外，那是要杀人。杀人？谁要杀人？杀何人？你可明白此事重大？我心里头明明白白。那就说。当年真凶将杀人蜂费尽周折弄到宫里，那要杀之人就是公子骥。有人要用杀人蜂杀公子骥，却害了太子，这说不通。大王，真凶费尽周折将杀人蜂弄到宫里，本要伤害的是公子骥，却不想太子阴错阳差，喝了通儿的酒水，结果反而让真凶自作自受了。真凶自作自受？大王心里一定猜到了那个人是谁。不会是王？不错，那个人就是王后。大王有所不知，那日通儿曾早早窥破此事，只是我这个当娘的胆小怕事，才将此事隐瞒至今。若是能早早告知大王，我的通儿他也不会。你将其中原委仔细说清楚，不能有一句隐瞒，也不能有半句遗漏。是，谢大王。母亲，母亲！马上给寡人拟旨，即刻查封交房殿，禁止宫中任何人出入王后住所，逮捕一切有干系之人，叫廷尉府审办。是。你说什么？樊长史出手母后，说他企图谋害公子骥。小的刚刚知晓，昨晚大王已经下令查封交房殿，里面的人出不来，外面的人也进不去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母后心肠最软，不可能做这种事。眼下不是辩解可能不可能的时候，得随机应变才是。如何应变？那樊长史平日里不哼不哈，胆子最小，如今却敢跳出来咬母后。公子通已经死了，他就算扳倒了王后，又能有什么好处？不是有人指使，不是有人替他谋划，就凭他，谁是他的幕后之人？谁会因母后出事而得到好处？这样的人，后宫里多的是。芈八子、唐夫人、魏良人，还有你的姑母。你得想想，他们为什么怂恿你父王向你母后问罪？他们是剑指向你，你的太子位分。若你倒运，谁会有好处？公子运、公子迟、公子玠，还有你那华哥哥，真是不开窍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啊，小的来看望王后，请行个方便。啊，哎。
你怎么进来了？小的让永香令行了个方便，这是刚刚蒸得的蛋羹，还热乎着呢。王后水米不进，若真伤了身子，岂不是让外面那些要害你的人称心如意了？放那儿吧。你老实告诉我，如今我逝世，后宫里其他嫔妃是否都在落井下石呢？哪有的事啊！只是那樊长史失心疯了。公子通死了，那是命数到了，怨不得别人。可是他不自量力来诬告王后。就算王后失势，难道能救回她的孩儿？出手之人当中，有没有芈月？芈月？没有。王后在依稀芈月吗？我只是在想，他可能会妒忌荡儿成为太子，此时趁火打劫。既然如此，小的定为王后留意芈月。王后，眼下大王也就是一时恼怒，若廷尉府那边查不出真凭实据，再有太子和朝臣们为王后说话，此事也就会不了了之了。大王只听别人挑唆，也不来问我事实真相，丝毫不顾夫妻情分，更不顾荡儿太子的脸面。珍珠珊瑚都是我身边的人，竟然也被抓走，关到永相严刑逼问，令人心寒。小的听说，两个姑姑是为分头尽力的。樊长史告发之事，跟珍珠没有什么瓜葛，但与那珊瑚……珊瑚说了什么？小的不知，但只要珊瑚不吐口，他们就奈何不了王后。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丝万千言书，却生得一缕孤春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你水暖，为谁寒？换不回一人入。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心诉，是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平静柔情傲骨。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，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，爱如心，恨如骨，生死再相负。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。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。
樊长史是何等老实人，平日里连只蚂蚁都不肯踩死。有他出手王后，宫里肯定多半人相信王后确有罪过。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我从未想到樊长史有这般胆量。公子通死于非命，只怕是毁了樊长史在宫里活下去的唯一希望。人若是连死都不怕了，还能怕什么？王后这下在劫难逃了。杀人封案件已经过去许久，樊长史出手若无真凭实据，只怕是很难将王后的罪名坐实的。可惜王后送给公子季的那件衣裳不在了，不然拿着它就是份证据。这天又要变了，风云突至，措手不及呀！事到如今，我等该早有筹措呀。王后怎么可能如此荒唐？哎，谁知道樊长史是不是诬告陷害呀？王后失德，图谋戕害公子。我等因上书，恳请大王废后于冷宫，以谢国人，安抚诸夫人公子之心。雍大人说的极是，此乃大王家事，臣子岂敢干预内宫？王后乃一国之母，王后失德，我等大秦重臣岂可做事？此事尚未有定论，你等就言之凿凿，逼宫废后，这岂是你等做臣子的礼数？姑息足以养奸，大王有10几位公子，若不能妥善处置此事，岂不人人自危？将来就是一场大祸呀！你，哼！大王，寡人不是说要静一静吗？老奴该死，是臣弟硬闯进来的，请大王治臣弟的罪。下去吧。是，大王。你们都下去。是。何事慌张？大王，近日因王后之事，朝堂上物议如沸，若不想法子处置妥当，弄不好会变成朝党之争。别说了。寡人正为此事头疼，还望大王快做决断。那你说当如何？眼下只有2个选择：若王后真的失德，难以主持中宫，只能又去冷宫了此一生。但此事在诸公子和朝臣心中埋下阴影，臣只怕大王100年之后，诸公子会以此为由，让公子荡无法继位。假如易处呢？若是嫡子不能继位，那在大王心中，余下诸公子还有谁能压倒群英，成为那个万众拥戴之人？恕臣弟直言，大王心中一直割舍不下公子季。那公子季的确聪颖过人，可其母芈月出身低微，公子季又太过年幼，难负重任。一旦公子季上位，芈月成为母后，主少母壮，必然把持朝政，聘姬司臣。大王有10几位公子，若是储位有变，因此而产生的动荡，只怕会影响到国运。像那齐桓公雄霸天下，死后却因无子争位，齐国就此衰落，前车之鉴呐。说到底，你的2个选择其实是毫无选择。寡人只能保住荡儿这条路，这也是无奈之举啊。嫡子继位，名正言顺，至少不会对政局产生动荡。虽然王后品德有失，但公子荡他为人果敢，勇猛好武，一旦为君，可以震慑诸侯。这么说，为了保住荡儿，寡人绝不能追究王后的罪责。大王，臣请大王为大秦江山着想。你的意思，
甘右相，甘右相，甘右相，太子这是？母后危在旦夕，我已心神大乱。甘右相是当儿恩师，望能指点。嬴荡并非忘恩负义之人，右相若能帮助荡儿和母后渡过难关，日后必有蛇雀之报。太子不必慌张，大路就在眼前。右相明示。樊长史出手王后，只是一人之言，只要王后一定咬住，是诬告。就算说是诬告，这样管用吗？樊长史位分不高，人微言轻，意见正尊，又能如何？只要王后和她身边的人抵死不认，以致此事死无对证，那么这件事就大风吹去了。老臣告辞。哦。月儿，我看你晚上也没怎么吃，赶紧把这粥喝了吧。月儿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曾经已经忘掉的一些事情。我在想我娘亲，想举姬，想魏后。那时候你还那么小，能记住什么？我知道，一定是魏后害死了我娘亲，要不然楚宫里怎会流传说父王死前曾打算废后？好了，月儿，别再提那些事儿了，提起来全是伤心。我不是故意惹姑姑不高兴的，我只是觉得眼前的情景似曾相识。幕间传话，大王要在承明殿召见八子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2日，寡人日不能食，夜不能寐。月儿，你与王后是姐妹，你告诉我，害我孩儿之人，真的会是王后吗？樊长史出手王后，可有证据？当年杀人凤之事，是童儿亲眼所见，环环相扣，合情合理。可惜，童儿已经不在了，死无对证。若真是王后所为，大王打算如何处置？秘书失德，寡人袒护他，又如何在后宫收复人心？大王要废后。大王，照理讲，此时继儿是施主，芈月不该随意说东道西。但王后是国母，废后必动国本。眼下案情扑朔迷离，一发不可牵，牵之动全身。大王，还是慎重些为好。月儿，你是宫中尽心修长之人。当年杀人封案，震动宫闱，你可疑心过王后？大王，大王明察秋毫，芈月愚钝，哪敢与大王相比？你不愿说，
人打算明日亲自提审珊瑚，一定要水落石出。既然大王要亲自提审珊瑚，那还是拿到口供后再做定夺。永相令说了，这里到处都是耳目，你呀，进去以后快说完就赶紧走，省得出事了，连累一干人，大家都不好办。那是自然。只要姑姑咬死了樊长史那边是陷害，谁又能拿姑姑如何呀？往后这些日子为了姑姑辗转难眠，看来无论大王如何决断，姑姑想要走出这暴世，只怕是无望了。啊，要有法子能一了百了，那样姑姑也可以少受些罪。哎，王后已经给楚国的大王去信，托付楚王好好关照姑姑的家人。奴婢明白了。珊瑚昨晚撞墙自尽了。是，他一死，这案子还真不好收场了。有人要给寡人布迷局呢。对于樊长史与王后不和之说，臣弟早有所闻。记得王兄也曾经跟我提过，说太子莽撞好斗，不懂兄弟之情。何况如今情势越来越乱，若再不做决断，只怕有人会趁机浑水摸鱼。朱公子背后还有他们的母族，若他们卷入，只怕最后想了结都了结不了了。褒法处世则治，背法去世则乱。寡人也想有个了断，但欲速则不达。臣弟请大王慎思，告退了。大王，长子何事？大王，王后无德当废，太子无能当义。你一介臣子，为何对此事如此热心？难道你想插手寡人的储位更易？不错，张仪只是一介臣子，后宫储位应该与我没有关联。我关心的只是自先公以来的商君之政，自大秦立国以来的争霸之心，有无可能延续？你信不过寡人。微臣担忧的只是大王100年之后拥军为政，人亡政息，秦国的100年基石将毁于一旦。你何以见得太子就是拥军？又何以见得有人就胜过太子？太子勇武好强，的确不是通常意思上的拥军，但是一将无能，累死万夫，更何况君王。太子蛮撞刚愎，不懂得何为审时度势，比作拥军又如何？敢问大王，他日若太子继位，
再遇上公韩和伐蜀之争，大王以为太子会作何选择呢？当儿，继儿虽然天赋异禀，但过于年幼。可是当年周成王继位，尚属年幼小儿，能坐稳江山，全赖母后一将把持朝政，才有着大周之江山到今日延续不灭。母后承天命而辅佐幼君，并非举世罕见，大王又何必执泥于公子季的年龄呢？更何况天下人才齐聚秦国，正因为我大秦法大于秦，若大王弃秦法而保人情，定会让天下贤良之士寒心却步啊！过去，秦国的王后嫡子九族亲贵，无论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都因为其身份高贵而得到庇护。若寡人再步其后尘，秦国新政的信用必将荡然无存。壮士断腕，取舍之道也。人生如棋，棋手无悔。我大秦自足考妃子立国，复我嬴氏之嗣，至我献公，已历经600多年，30亿军。此间，我秦国先祖曾于渭水牧马，数代君王死于与西戎的战场中，曾试图称霸，曾陷于内乱。今日的秦国又到了生死歧途，列位先祖，我该如何取舍，如何决断？王后，大王让公子季搬进成明殿了。你说什么？大王让公子季搬进成明殿了？是，小的哪敢胡说呀？小的曾经拜穆坚为干爹，这一消息是穆坚告诉我的，正是数年前太子读书的那间偏殿。那间屋子是当年大王打算立旦儿为储君，待在身边时时教导，才让他搬进去的。大王刚立太子就要改变主意，怎么会这么快？大王此举实在让朝堂内外愕然呐！山虎以寻短见，大王没有凭据，不能定我的罪，不应该在此时动了易储的念头啊！王后曾叮嘱小的留意那芈月的举动，这些日子宫里的嫔妃都被大王撂在一边，只有芈月一人去过成明殿，此事只怕与芈月有关。一定是他去大王那儿出手了我。芈月，你言而无信，终于露出了真心，是我错信了你。
干相，王后，干相，时机从权，干相要赶紧想个法子才好。大王心意已定，无法挽回，眼下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了。依干相的意思，该怎么办？臣以为，我们只能在公子季身上打主意了。好，再转过去。哎，拜见太子。站住！你们几个是干什么的？这几位是我招揽的壮士好汉，正欲带他们去见大王呢。大王不在，今日大朝滚开！太子，哎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哎，这儿不要抬得太高。太子哥哥，太子，季弟，一个人练武难免无趣，不如让哥哥身边的护卫们陪你练练如何呀？不必了，太子哥哥，几位壮士与我身量悬殊，太不相符，还是下次我也去觅几位铁汉，与他们再做较量。季弟何必客气呢？父王将你搬入成明殿，定是对你轻言有加。你除了每日的功课，还需时时操练武艺。季弟，切不可懈怠。你若瞧不上我身边这些人，不如这样，哥哥亲自陪你练练如何？太子哥哥，您是储君，当为我们兄弟之表率，若是行为失检，只怕要令父王失望。季弟，你可真是伶牙俐齿、能言巧辩呢。有你在，岂不衬得我们这些做哥哥的越发笨口拙舌、窝囊无用了？季弟，出剑吧，哥哥跟你讨教几招。太子，公子季年纪尚小，嫩胳膊嫩腿的，习武刚刚起步，如何与您较量？既然太子这么有孝心，招纳了这么多壮士献祭于大王，不妨稍等片刻，大王很快就要下朝回来了。看到此景，大王岂不欢喜？大家少管闲事。季弟是我赢家儿郎，如此胆小畏战，丢了王家颜面。我作为兄长，本当悉心教导。吾获孟本，在，把他给我带出去，好好伺候一回。是。休得无礼！想拿公子，先过老奴这一关。你个阉人，好大胆子，竟敢以下犯上，那就不要怪我的人下手太重，给我拿下！那些大名鼎鼎也不过如此嘛！伸手！公子退后！大胆！儿臣拜见父王。儿臣拜见父王。太子好生威风，竟然可以带着人杀进寡人寝宫。接下来，是不是就要逼宫弑父？儿臣不敢，儿臣只是和季弟嬉闹玩耍而已。玩耍？你把宫里的大监都伤了。这几个是儿臣寻来的力士，乡野鄙夫，不懂礼仪，举手没个轻重。
此事也算儿臣的错，回头儿臣好好调教便是。身为太子，行为放纵，谁人教导你的？寡人晚来一点儿，只怕继儿也给你伤了。这习武之人，祸皮伤肉也是难免的。这叫习武吗？舞刀弄剑，杀气腾腾，招招指向要害。季帝便可以在父王的寝宫中舞刀弄剑，这阉人老奴也可，唯独我不行。难道我不是父王的亲生骨肉吗？逆子！父王，大王，父王，大王，父王，大王，大王，父王，让开！父王，大王，父王，此刻怎么办？你们速速离去，需要让父王抓了你们。你呢？身为太子，自然是要为大王侍疾了。对对对，我要为父王侍疾，随时等待父王传召。你们快走！是。走走。八子，八子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太子带着3名力士到承明殿找公子季寻衅闹事。继儿怎么样了？亏得大王及时赶到了。可是大王急火攻心，口吐鲜血。什么病症？奴婢也不知道，听说情况非常危急，已经人事不省了。楚离子，事已至此，你是宗伯，还不快拿主意？哎呀，不能再等了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分封在外的公子们日夜兼程往回赶，这腿脚快的马上就要进咸阳城了。大王今日才倒下，是谁提前把大王病重的风声散出去的？风声早晚要散出去，早一日比晚一日好。甘香，你怎么能这么做？他这么做也是为了大秦国本着想，岂能患得患失，因小而失大？这么做明明是火上浇油，推波助澜。哎，老臣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王后怎么出来了？大王病重，后宫无人主持，这必然生乱。我只好不顾性命，私下做主了。你胆子也太大了！哎，王后，大王病情危重，臣妾不知如何应对，一切还由王叔做主。王后放心，楚离子必当尽心竭力。此刻后宫人心慌乱，还要王后主持。那是当然。王后，楚离子、右相，大王如何了？大王跪体抱恙，后宫所有人等未得传召，均不得进入承明殿。芈月，平日里大王最宠你，此刻你更该识大体。臣妾只求为大王侍疾，臣妾也要侍疾，臣妾也要侍疾。大王身边有太医诊治，你们去了，不仅无用，反倒掣肘。如今必须事事以大王贵体为先，谁要敢惊扰大王，可别怪我不顾往日的姐妹情面。王后如今还是戴罪之身，如何有权利对嫔妃们颐指气使？大王并未下诏定王后之罪，谁敢说王后是戴罪之身？王后如今得势，只怕是不会再放过我了。王兄，怎么样了？
大王此政既劳神，更既大喜大怒，请大王珍重。寡人睡了有多久了？3日了。3日。太子何在？妻儿何在？大王，太子和诸公子们都在外殿候着呢。后宫事务，如今由谁来主持？由王后主持。王后尚在闭门思过，何人让她出来？是甘有香。当此混乱之际，若后宫无人主持，只怕会发生不测。罢了。王兄，大王，喝点水。喝点水吧。怎么是你？大王，这几日皆是王后带着景应人在服侍大王。其他人呢？奉王后命，其他妃嫔皆在外殿候着呢。你们都出去。大王是要召王后来侍疾，那么是芈八子。是。大监，王兄，太子和诸公子也都在外殿候着呢。消息外泄，不但宫中的诸位公子轮流侍疾，外封和军中的各位公子也都快马赶回来了。这么快？他们这是来侍疾，还是为了王位来逼宫呢？大王抑郁严重，表面上看是宫中诸公子齐聚侍疾，实则咸阳城中各位公子及他们的母族的势力已经在蠢蠢欲动了，都是什么？都是风闻大王要废嫡立庶。那又如何？诸公子齐聚，大王废太子容易，但是想立公子继为太子，则难如登天。只怕那10几位公子会为了储位杀得你死我活。不要说了，大王，事已至此，此乃天意，天意不可违呀！大王应以大局为重，为避免国家动荡，臣请大王放弃易储之念吧。天意弄人。
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！王兄，王兄，王兄，臣请大王早点定夺吧。大王英明，快选太子。不必。那大王要选谁？赵英夫人进宫侍疾。是。大王怎么说？是否让我们进去伺候？大王有旨，选迎夫人进宫侍疾。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丝万千束，却生得一缕孤春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逆水暖，为谁寒？换不回一人如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心诉，是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平静柔情傲骨。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，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，爱如心，恨如骨，生死再相负。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。愿为你
姐姐来了。姐姐，你笑什么？四弟，姐姐笑你当日也是在这成明殿里，你把从膳房偷来的膏粉倒在自己的头上，扮作老翁。如今，寡人真的老了，要先姐姐一步而去了。四弟，你别说这种傻话。寡人时日不多了，心中有一事未了。此事重大，想托付给姐姐呀。四弟，母亲，阿才，把帛书拿来。是。迎夫人。有些事，寡人不做，死不瞑目。眼下这事，只好托付于你。你这是何意呀？今日之事，有许多不得已，所以后果难料。因此，寡人必须有所准备。到时候，全靠你拿出这道诏书来平定天下。四弟，眼下，寡人能够信的人，就只有你。倘若这种情形没有发生，那么在你起事之前，就把这道诏书烧了。万一姐姐命薄短寿呢？四弟，四弟，四弟，那大姐就只好听天由命了。大王，你放心吧。大王召见，诸卿大夫、各位公子、各位夫人觐见。
父王。这些年，寡人能够东征西伐，是有赖于娘叔在朝中辅佐于我，兢兢业业，殚精竭虑。大王，你将来作为大秦之主，所思所想，当一切为大秦江山之利。寡人兄弟不多，却能同心。而寡人给你留下10多个兄弟，你能用上几人？同心几人？儿臣当不负父王所托，兄弟同心，供养我大秦国位。寡人也不要你对每个兄弟都能信任依赖。寡人只要你起一个毒誓，在有生之年不会伤害你一个兄弟的性命。若有违誓，天谴之。父王放心，儿臣纵然再不孝，也不会伤及手足性命。儿臣愿在父王面前起誓，有生之年绝不会出现兄弟相残之事。若有违誓，愿受天谴。楚离子正在宣旨。太子大，自天生德，孰达机务，继位为王。诸公子依旨就封，其母可随子前往封地。寡人把太子、把大秦托付给朱清了。臣遵旨。寡人累了，退下吧。大王宣弥八子觐见。你靠前来。大王，寡人
医生做事决断，没有在你和继儿的事情上处置的拖泥带水，心源不定，以致错过了立继儿为储君的恰当时机。大王，你为秦国的大业呕心沥血，臣妾会尽心照顾好继儿。大王，就不要再为臣妾和继儿的事情焦虑了。寡人从与你相识起，就知道月儿有普通女子没有的胸怀。你虽不系权势，但假若有一日大秦需要芈月扶持，你万万不可以再推辞。此刻，寡人就要走，不知道这十几年里，寡人是否有片刻得到过月儿的真心？大王待月儿如父如兄，月儿与大王同心同德。到底还是如父如兄。不，大王是芈月的夫君。还是叫老伯吧。老伯不怪你，寡人儿女成群，真要是有你这样的一个女儿多好。可惜寡人要走了。老伯不能走，月儿不让老伯走，老伯不能走。寡人也割舍不下你和继儿。简易里，你的头发给寡人，可好？月儿愿意等，等到老伯病愈后。精神好了些，你可愿再为寡人吹一曲
公元前311年，秦王嬴驷去世，谥号为秦惠文王。秦惠文王在位时，继续了商鞅之法，任用各国人才，占领汉中，收并巴蜀，北扫一衢，使得秦国领土面积骤然扩大数倍。秦惠文王是秦国历史上承上启下的一代君王。秦惠文王死后，由太子嬴荡继位，史称秦武王。再有几日，新王就会依照先王的遗诏，分封宫里剩下的几位公子。不知继儿会被封到哪儿去？先王在世时，已给继儿做好打算。若不出意外，我们将赴蜀地。既然这样，香儿、慧儿还有木星，自然是要跟我们走的。剩下的人愿意走的一起走。实在有难处不能走的，多散些钱财，让他们各自也有好的去处。这么说，我们也应该尽早收拾行装，免得到时慌手慌脚的。倒也不用慌张。宣诏后，若真要启程，还有10日。再说路途遥远，东西带多了，反成累赘。蜀地那边有司马将军和小冉主持，就算缺了什么东西，到那儿再置办也来得及。这几日为了打理先王的后事，会后疲累很了，喝碗绿豆汤解解暑，一会儿早点歇息吧。我只不过勉强尽责罢了。先王死前，待我情义全无，如同路人。我和他只剩下名分了。小的拜见惠后。说吧，什么事？小的禀报之事过于机密。此时此刻，在我这儿，什么事都算不上机密。惠后大约不知，先王临终前曾经让木间取了一样东西给他。什么东西？有可能是遗诏。说吧。先王病重的时候，小的在承明殿跟着太子一旁侍奉，偶然看见先王临终前曾要木间去拿了一个专装诏书的木盒子。只是一个盒子。木间打开时，小的瞥了一眼，里面装的的确是帛书。什么内容？小的没有看到。此事先王隐瞒惠后，那诏书一定是对惠后和大王不利的。一派胡言！先王是当着众臣的面传位给荡儿的。你却说有什么不利于我和大王的诏书？你是想谣言惑众吗？小的敢以性命担保，绝无虚言。惠后息怒，依奴婢看，这冯甲贼奴也许贪图富贵，但不像是有胆量胡编诏谕之人。是，小的对惠后和大王忠心不二，句句是真。那所谓的遗诏，如今在何处？小的不知。你赶紧给我去找，务必要找到。是。
干爹，喝碗绿豆汤解解暑吧。等我干完这最后一件差事，也该告老了。以后这宫中就是你们的天下了。干爹，您说哪里的话呀？这宫里头要是没有您坐镇，可怎么得了啊？时移世易，一个下人，这辈子只能侍奉一个真正的主子，侍奉多了，那就里外不是人了。干爹，那您的位子打算让谁来接手啊？这是你应该问的吗？小子，秦宫的换者令，不是你想接手就能接手的。干爹，我听说先王曾经留下一份遗诏，您老可知啊？你说什么？遗诏？哎呀！你再敢说一个字，马上从这给我滚出去！您自己刚说过，时移世易。您老以为，如今还是先王在的时候，您是这宫里的头一号呢？大胆！哎呦！你跟你干爹下药。儿子跟干爹学的本事不少，但下药这一手，干爹就要向我学了。干爹别闹，小的若不用这一手，你还不得把儿子给打残喽啊！干爹，这药想解并不难，儿子手里就有解药。但是，干爹得告诉儿子，那先王的遗诏到哪儿去了？做梦去吧！既然我的天寿已尽，也该随先王去了。只要您告知那遗诏的去处，儿子必定好好打发您的后事。您辛苦一辈子了，若是能够陪葬惠陵，那是何等的风光！若是尸骨无存，野狼啃咬，那又是何等的凄惨呐！何况这秦宫9等18般刑罚，您也是烂熟于心的。这一招一招的过，只怕干爹这把年纪很难再撑得住喽。您还是说吧。哎呀！儿子，好好给你干爹收拾。到吧，老奴随你去了。哎！软骨散怎么还能动得了剑呢？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！龙甲，你们混账的背主家族！
给我走！我找仔细了，不要放过任何角落啊！仔细找。怎么样？小的拜见会后。怎么样了？找到没有？还未曾找到。废物！小会后放心，小的一定能够找到那样东西。先王让穆坚拿的诏书，定是交给了什么人？小的记得，先王单独召见的人只有嬴夫人和芈八子。一定是芈八子，一定是芈八子拿了诏书。行了，都起来吧，不用找了。那这诏书，呈诏的人要没了，这诏书还有用吗？他们好狠毒啊！竟然对大街和木心下手，说大街不舍先王，自尽陪葬。可木心呢？大家都看到他腹部有剑伤啊。眼下木心如何了？听说唐夫人看见木心还有一口气，就把他抬回长宁殿了。眼下生死不明。唐夫人平日胆子最小，却是个善人。你们可打听到了继儿的情形？公子季和其他公子一起还在灵堂里守灵。既然太子已经在大王面前发过毒誓了，眼下应当暂时无事。他们若想动继儿，只怕都不用太子动手，就会有一干讨好的小人自行动手。如今我是为你担心，只怕会后是恨死了你呀。芈八子，会后有请。果然，有些人禁不住念叨。会后，会后，这是先王的遗诏，封你儿子为蜀侯，并允许其母随他入蜀。这应该是你一心盼望的去处吧？多谢先王，多谢会后。别谢我，先王为你打算的真是周到。可我不知，你是否想要这道遗诏？会后何意？你若真想要，那就拿先王的另一道遗诏来换吧。还有一道遗诏，倘若我有，我何必要藏着掖着？先王又何必要封继儿为蜀侯呢？我也惶恐，怎么闹出两道遗诏？哪道是真，哪道是假？闹得宫中流言四起。我想，得有一个合适的人选，去先王那儿问个明白。既然先王在临终之前都对你割舍不下，还是你去一趟，较为稳妥。
错了你。妹妹笑话，明明是我看错了你。这些年，我看在姐妹情分上百般谦让，你却次次口是心非的哄骗我。我对你说过的话，句句真心。真心？哼！你说你绝不让公子季与荡儿争储位，我信你了。结果你却以守为攻，推举公子华做太子，想让我们两败俱伤。你说你要去巴蜀，我成全你，你最终却留在了宫中。我既入了秦宫，做主的是大王，并非是我。鬼话连篇！你还说过你绝不侍寝，到头来宫中争宠，谁人争得过你？你明明知道，我当日侍寝是因为什么？皇爷来咸阳寻你，你本可以和他走，你为什么不走？还不是为了宫中的荣华，大王的恩宠，甚至什么？我是身不由己。你身不由己，可我却是生不如死。我曾以为我给了你幡然悔悟的机会，我此刻才知道，你毫无悔过之心，反而变本加厉。杀人峰一事，已让你我走到尽头。你为了把我攥在手里，一直不出手我。那些日子，没有人知道我是如何过来的。整日忍气吞声，心惊肉跳，而你呢，最终违背诺言，向先王出手我。幸好先王走得急了些，不然这大秦就废后易楚了，你的孩儿就成了社稷之主了。你想要害人，何须要讲出这些个害人的理由？我就想让你死得明白些。说句良心话，先王去了，我曾想过放你一马，可突兀着又出了道遗诏，你让我实在是无路可走。千万别怪我，反之，换作是妹妹，一定也不会手软。好了，说什么也没用，我会筹办得风风光光的，送你走。既然你要杀我，那你对我的继儿也不会手软。公子季，你的心头肉，天人永隔，骨肉分离，令人恻隐，我感同身受。定会安排妥当，让你们母子早日团聚。新王江山还未坐稳，作为母后，你就大开杀戒，会遭报应的。大秦江山与你再无干系，好好的，准备上路吧。冯甲在，这可是先王要的人，看好了，别出什么意外。是。李八子，请吧。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
有情丝万千言书，却生得一缕孤独。春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你水暖，为谁寒？换不回一人如故。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心诉是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平静柔情傲骨，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。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，爱如星，恨如骨，生死在